王之歌，掌声鼓励一下。
你们刚刚有没有看到，我们有2位勇士呢，在这里撒网？所以呢，我们平常就是这样子。如果今天我们有活动呢，还是有喜庆呢、有节庆的话呢，我们就会这样子互相的招呼一下左右邻居、楼上楼下的朋友，这村子里面的人都会互相帮忙。然后呢，